动吃，来做事。你舅舅冇做節目咧？冇當久啦，要喊什麼進來看看啊？哦，今日政府咩大節目咧？係啊，大幸福啊！阿公阿婆未大幸福啊？咁你對幸福嘅印象係咪？好，好啊！係啊，按樣講，無論係東西好事嘿嘿，環境也好，人也好哦，，係咁樣。嗯，哦，你都係長山過嘛？會啊，啊，咁嗌你做隊員，你都係長山過嘛？梗要埋門天我就咯。得啦。好好。幸福係街好地方，幸福愛係哪個呀？好天愛放哪？順浦善良客家莊，順浦愛山愛良啊，客家愛種啊，休閒有了交通片，休閒愛有哪了啊？交通愛偏啊！歡迎大家來觀光。歡迎愛太哪家來個愛講啊！因為愛當尊敬嘅前輩，老前輩，因為其實嘅一直以來都當照顧愛，佢也係幸福人，因為愛爸爸媽媽都係幸福人。有時候有了呢一個關係過後，會知道講愛老佢嘅距離會越來越近，後來也有機會做對兩三強下合作，就是講主持節目。有時候愛對佢係有尊敬，也有一個會害怕的心，本佢逼出來嘅。嗰時候愛叫乜嘢？愛挑戰用海陸來講愛嘅意義咯。啊，以前嗬，佢嗰時候是咧參加演講比賽，喺時都呢個社會老啲客家話講到暗好直接冇簡單，鄉下做出嘅世界，我係感覺佢嘅人扮演當家，佢嘅頭腦也當好，站板戰練，所以佢做得舉一反三。根本嘅咧講到你係鏗鏘，好説好搞好料，你係重點，最主要就係講要好説嘅。我哋長期來說，希望大家共下來看。幸福係難得有血碰嘅地方，幸福係海鮮嚟，係海鮮。海鮮血碰啊，啊嘅香生。哎呦，係咩？啱講啦。跟奶香放台嘅有濕，係碰啊會通燒冷到。啱人講，係你也是要專門你突然啊體育係哦偏題來血碰嘅地方。多幸福。嚴啲啊！來，係係同落去。好嘿，少介你幸福體育啦，你講足力啱發嚟碰，有看到？跳架連先生有看到啊？連先生嘿你快做埋呢？哎呀，過嚟門幾時啲？好，來，連先生，小果老師你好，雨娟姐姐你好你好，久仰大名有人打，有人的，有啊，有有中意啊，你走唔得因為行矮好冇？咁啊行嘢啊，哦，呢啲係呢個陽風場嗬，佢哋係第三台㗎。第三台嚟啊！最緊要冇簡單啦，咩啦？你睇即個少計下嗬，講到呢個啲啊碰啊，要麼係好雪、好搞、好料嘅地方。啊 ，Andy 係全台灣最靠近海邊的風場。哎呦，嘿從這邊到海邊5分鐘的車程嘿。啊，等一下帶大家了解一下啊哈。Andy 碰人做啲來種嘅碰碰是。當然啦，嘿哎呦，碰到有冇強融啊？唔啲啊，跟咩穿強融嘅東西？唔係㗎，碰湯要換當到咧，係蜂蜜、
蜜蜂采的蜜，花蜜摘的蜜，还有蜂王浆，该买全穷的东西。哦，哎呀，蜂蜜有分3种，啊3种，你突然摘是百花蜜，哎呀，碰笋，你芦笋款都该香马草啊，养应该哦，酿面错，嘿，酿面错，等一下，你是会摘该种的发给碰碰嘞，哦，碰碰啊，哦，在中南部，你会摘给荔枝还有龙眼花的蜜啊。等一下，让小谷老师体验看看，你养蜂人是怎么采蜜的哦，嘿，在采蜜之前啊，你就会养蜜蜂吗？啊，你会讲啊？姐姐会我会尽量表现我会讲的容哦，安尼啊，不是听众，等一下，我先带大家来了解我们蜜蜂的生态，近距离观察哈，让先培养一下感情。安尼啊，好，哦，乐意。喂，小谷老师，等一下就来带各位来认识蜜蜂的生态。啊，你就不是讲，你总去到碰春时候，去抓。咩？唔爱问啊，会钓鱼吗？会钓鱼吗？你去啊，挑先的。你敢说这些蜜蜂全部会叮人吗？我先问你们。会吼，好。咩？钓鱼会当痛啊？其实 你嘛会惊碰了，因为它叮到还是会痛。啊，不是防护。我们有秘密武器准备给大家哦，这个叫做喷烟器哈。那小谷老师可以教一下我们这个年轻人。派谁啊？没。哦，防护装啊，叫好。是这样。我们这个蜜蜂是色盲地。哦，安尼啦。他看不。你安样去看得到你啊？哦，去好风的啊。哦，安尼啦。嘿。好。答错了，刚好相反。其实蜜蜂哦。它是看不到红色，看不到红色。俺啷讲，枫红，你知道吗？俺啷讲，你先去过了，你去过了的啊？反而是于娟姐姐就需要担心了啊。永英公，因为蜜蜂哦，它最敏感的颜色就是黑色。最敏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，你看过了对了。好，好，等等。为什么会怕黑色？远古时代的森林里面，除了人喜欢吃，还有一个动物也喜欢吃蜂蜜。乌色嘛？乌色的呀？乌色。蛹啊？你会吞蛹啊？冇乌色啦。猪啊？猪。该熊。熊喜欢吃。熊。那是狼狗。熊以前的熊黑色的，毛茸茸的。是。所以啊，电视上常说，我们的头发是蜜蜂最喜欢、最敏感的东西。该你真嘅冇问题，你听那冇咪疯嘅。唔系，排全我听我得这样讲嘞。老师有所准备。但是肯定是这样，我有准备秘密武器给各位哈。大家来看一下。你在买东西？这个工具叫做喷烟器，它你也碰呢，很奇怪。一皮都该烟的味道哈，它的个性会比较稳定，它不会掉。马给绕圈走的。但是你人要在这边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吸到这个烟，你是用它好的木材，像是樟树啊，或者是一些檀香木头的那种比较好的木材，那在熏的时候也是可以安定我们的身心啊。人家说檀，该按照木炭子炒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开箱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大家仔细看。挨尾都挑前先喷一点烟，喷下燃，让蜜蜂比较知道养蜂人要来跟他们来工作了哈。归地是炒的。开箱喽，好，喷下燃。哎呦，可以看越动红血。好。来那一得喷掉款哈，地位。哎呦，你这刚一按到啊？刚好。我看到咧，蜂王。红色嘞。敲哎，这哦，小谷老师眼睛还是很厉害的哦。有讲啊。好，你俩家蜂王哈，她是女生，所以正确的名字叫做女王。女王。女王蜂吼。该了解一般的咧，按照工蜂。你俩种的蜂叫做工蜂。工蜂。那它的名字其实名字叫做意大利黄金蜂。哎呦，黄金哎。黄金哦，这里面的蜜蜂最喜欢吃糖，喜欢吃甜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很喜欢采蜜。姐姐，老师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蜂巢有没有看到亮晶晶的东西？两边哈。一般来说，
这个蜜蜂啊，它当挑两片，却也该储存蜂蜜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类家里面的厨房啊。在这下面这边，待它两片是蜜蜂宝宝住的家，叫做育婴室。育婴室所以蜜蜂这种昆虫，它们家里都分得很清楚，上面是放食物的，下面就是宝宝住的家啊。那一箱啊有3万到4万只的蜜蜂住在这里面，蛮多哦。它们是社会性的昆虫啊。你永莎猜看看，这里的蜜蜂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你讲了，我应该去到谁来啦？来去了也是嘛。好，那我来公布答案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蜜蜂，大部分全部都是黑猫的，都是女生。蜜蜂啊，绕眼穷容，都是女生，母系社会的。那蜜蜂界的男生啊，他比较懒惰一点，他不工作的，他是当女王蜂的老公。所以这里的女生的蜂啊，叫做工蜂。工蜂都是要采蜜工作的女生啊。那这里女生都很凶悍，每一个屁股都有针。所以他们啊，全部都会叮人。你去碰人因为其他命机，因为你命机嘛，它也会叮我，所以我们都是拿哪边？左右两边这个地方啊。现在让小谷老师来测试看看。妹会掉音吗？唔会啦，唔会，两边耳朵这边。你数冇准。妹会掉。上下拿就好。上下，会掉。哎呦！3、2、1，好，快些！不是身体啊，手啊！没亲你啊！3、2、1，快些！唔死架嘿，直接理他嘿，直接把它刷下去。哎，强劲动手又碰了冇喏，动手又冇喏。我两手。动次动次来做事，两边耳朵这边。你数冇准。妹会掉。上下拿就好，上下会掉。哎呦！慢一点，容易啦。咱调整个软调。自己啦。等一下，小谷老师啊，雨娟姐姐要看一下，因为等一下的工作是用音调、用沙都会准通。你看哈，等一下手后左右这样抓着，好。3、2、1，哎呦！你对了。音调学过来，送下，紧准。让当天的蜜蜂啊，圈抖下来，抖下来之后，要拿这个刷子，哎呦，命哎呦，我从你，你没讲，我从你，命来上中原刀啊，你啊，因为那蜂会苍蝇呢。等一下，我用这把割蜜刀把蜂蜜切下来，你切的呀。像你辣用噶，辣。你那你不卡是的碰碰的，你都会。都得切2块，小谷老师，补充一下体力哦。等下换音调表演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啊，直接吃到嘴巴里面，当做口香糖、软糖去配食好嘞。有点香，还有点蜜地瓜的味道。咬到后面最后面那块蜂蜡，大概要吐掉或者是丢掉，因为它那个蜡它没有营养我们如果吞下去的话不好消化，所以等一下要吐掉。还有营养？对，像口香糖一样。也要补这个啊。那等一下这一箱业绩还没有达标，蜂蜜不够多。还有营养。俺又特别准备一箱资优生的，它的业绩比较好，采的蜜比较多，让2位等一下采蜜比较有成就感。
这台机器叫做摇蜜机，高碰通的机器。哦，啊，姐姐，嘿帮我一个忙。好，直接不用下直接不用下一类，嘿，垂直放下去时候嘞。用大台嘞，好。嘿，好。好，按左这嘞。现在重点了嘞。安尼啊。无你嘞，男主角。没还有时间呢。冇你冇时间，师傅冇打不来冇。好，小谷老师莎莎开始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我在那一讲不呢，哦，做好心理准备哦。与肩同宽，有good 啦。拿左右两边这边，好，那好啊，好，你只乖，你只。OK，我不是紧张哈，手没紧准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第一下最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下蜜蜂还没有警觉性，它还没有抓得很紧。第一下抖越大力哦，它下来的东西，下来的蜜蜂给你父母养要抖完了。好，等一下1/3处哦。好，3、2、1，好，开始。不是身体啊，手啊。没亲你啊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那起来，好，做的吗？手吗？姐姐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这个手，好，一个手那放手，放一扫下去，顺。按你俩，没今天地板还有不是这样，直接理它，直接把它刷下去。你赶紧动手又碰了冇喏，动手又冇喏。我两手。好，来，小谷老师来跟着我，你啦，对，你是无爱做的啦，你爱袂嘞，好，姐姐啊，强用的动作，没俺啷耍强的，唔怕，安样做咧，冇你早已准好咧啦，冇，没俺准白做嘞，咩？我讲呀，姐姐。慢慢用下去。好，等下是要转动这个把手，让地尾碰通，圈顶出来。好，开始，来加油！有，确定啦。你讲总得冲出嚟啊！按是走的。安你啦，影团花要碰碰，我要計碰湯嘅提出嚟咧。好，該長豆類。你碰蟲啊，除了採蜜之外，我們剛剛吃的蜂蜜口香糖，地尾該蜂蠟哦。你該蜂蠟哦，可以做不同的手作體驗。手作體驗。安你啦。环保永续的蜂蜡布，在我们的欧洲国家比较流行。你豆腐卡称为用到该保鲜膜。保鲜膜。那假设这个是我们家里吃的剩菜剩饭，你拿着蜂蜡布后 ，candle 该当挑，用我们双手的余温把它按压下去之后。它就可以把它包覆起来，做到保鲜的作用。先把这个锅子先把它开火。先开火。我们布先准备一下，帮我对折再对折随便折就好。对折再对折，有吗？讲爱用下。安尼啦。咩？cái作档是做真嘅。爱上两下好用啊。爱讲啊。这个做这个爱啦。对折再对折之后，再对折，好。再对折。好，那我们拿这块蜂蜡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边，帮我转圆圈，15到20圈。好。跟住班你啊立嚟講，堅係即個休息嚟都係啊。蜜蜂肚子分泌的油脂啊，那我们蜂农就把它这个蜂巢剪下来，片到该水滚水里面，让它融化，融化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结块的。好，该走的了换于娟姐姐的万一好，你不啊？拜。好，那你也不是直接片到地尾，直接片到，也会超级久。长豆1分钟上下左右。1分钟。来，均匀的涂抹上去。稳重啲啊。咩啊？你去
该等下为袂用咧，哦，你啊袂用他咧。俩做得起家片面嘿。哎，你啊從呢配肉用落嚟啊？係啊，走，配肉啊，导不卡又做菜嗎？啱啊，有啊，專門嚟，唔係啱啱是專門嚟啲啊。等下好嘞是不用挑哎，签不用挑吗？签是走得的哦啊，这应该不起家哦，亮的地方。白色的地方都涂成黄色。哦啱啱講師傅就冇用落啲啊，好，手腳係夾掉。你看，其实 Andy 養蜜蜂，嘿，仅凭實際來操作，就沒有像一般人想的這麼簡單。好，那現在的話，應該兩位都先做的差不多，我們火先關掉。哦，火先關咧。火先關咧。好，旁邊有夾子，把它夾起來。長豆類，然後夾子我們放旁邊。哦，好，你看，它會慢慢的降溫冷卻，會有可塑性，會啱啱。因為有的小朋友後可能在家平常可能都是用什麼塑膠袋呀，然後用一些比較一次性的用品。那我們教導他們做這塊布，他們就可以更加愛護地球的環境。哎。意見啊？哎，一邊講，誒，少計一計。老朋友本來熟悉，係我講你啊，前嘅老朋友，前嘅老朋友，老朋友。係嗯係你講，你啊老朋友家伙下種你啊百香果又都有條帶咧，我老講，係俺來方便，啊方便，按用選啦，講嘛？誒，幾萬英啲啊？佢伢朋友我講咩要？係錯，我老講，係鼎鼎大名係啊，係伢師母嘅。嗌師母嘅，師母嗌師母家咩？唔係啦，嗌師母家咩家婆唔？係師傅，師傅，師傅，啊師母師傅，長嘢叫嘛？師祖母，師祖，師婆啦。師婆，嘿，咁咪挑千雞會，係麼？好，哎，食家姐，哎，哎，水餃子，你要按hand啊？唔係按慳，对呀，你搞臭衣啦，你抽啊，安排錢去你啊！哎，你冇喺買東西啦？種菜啊，種菜啊？係啊，啊，你啊做乜嘅菜？有青江菜啊、韭菜、蒜，啊，蒜係啊。對，啊，明啊冇慳做埋啊？冇吃飽憨憨做吧？我沒有人呢，對呀，啊，摸下呢，還有點飯，咩？走問天款。啊，做問天㗎係嘛啦？啊咩？做健康嘅嚟啊？對對，一方面是健康啦，一方面是會動才會健康啊。對呀，所以要出來曬太陽。哦，有人有人，慢啲啊，活動要活。就要動，對，你啊要活就要動。係啊，對，啊你演嚇跳舞又有天通，係，係個冇天通。攞嚟是為攞電動，嗯係，對，老了會痴呆啦。啊，誒，見唔見到你搞臭呢？係，誒，唔驚唔臭啦，唔驚啊？我當驚，我看家己唔驚唔臭啊，唔驚唔臭啦，讓你哦，唔驚唔臭好啦，咩？你要有一道料理哈，係，用到幾條副嘅東西，嗯，呢啲啊？我有魚渣哦，對啊，我唔會呢，你唔愛啊？係啊，我有我頭髮小公主呢，咩？咁呢為乜咁講？不是不是，阿嬌姐，嗯，你一做先叫做對嗎？你做得啦，做得夠啊，好落嗰啲做得夠啊，錯啊，咩呢個學啊，用誒喺度笑啊！係啊，我聽話要門啲我咧，要啊，要買見啦。門啲外間嘅，係咁樣，喺度要做乜嘢？點解啊？我諗講，你是廚機哈，麻煩誒，要物嘅好適嘅哈，麻煩誒，落去嚟摘下，嚟處理下。係冇門天啦，嗌你哈，誒，落嘢攞去掉嘅，好嘛？好，我做得啦哈。做得哦，落去你係掉冇落去捉啊，落去咗啊！跳落去啊，係啊。誒，跳落去捉。好啦，我成日即交半樣嚇。好對，跟姨姨，我負責摘菜。好，冇慳做意嚇。好，長一點哈。長一點。好。你一行喺屯摘空心菜好啦，空心菜、黃菜。誒，雲菜，好，客家話講雲菜。佢上到賣肉誒，是上場啲啊，咁啦。誒，你係群嘢入去冷冷嗬，梗係嫩嚟啦，啲吧？摘菜啊，雞鹹白硬係
愛摘菜，愛攞掠摘好。跟你愛來做得啦。好，愛攞。你來世界對當都菜哦。哦，你用做得摘眼鏡咯？呀，看你愛摘幾多？唔愛攞摘開，跟愛熬掠送過呀下噃。熬到掠啊！了解。安樣就好。對。哦。從韓國掠解未做得？該下好嫩啦。好。剛看到是好嫩。安樣。三年該去好。哦。摘掠眼鏡。哦，拍水哦。安樣。對。哦，掠動標準的摘法就是這樣啦。然後這邊也有啊，這邊掠未動嫩啦。哦，我唔想用摘個菜呢。我媽媽有種，我媽媽頭擺沒有留家鋪強下，嗰時就要學解哦，咩多解子學起咯樣樣。係啊，唔是天然兩種綜合成分。係啊，好，安樣拉嚟，要拉嚟，拉嚟，好。嗰陣要乜嘢呢？要用辣椒，韓國七天叉，係，好。哎，小顧老師，做嘛？要掉到嗎？你搶愛啊？你冇掉到冇事啦。冇事，你下一溜啊？你傻啦，小浪費。哎，因為，我當然冇掉到嘅，硬好掉啊！誰冇嘢，睇會掉咁多。懂事，來做事。王醫生啊，哇，你哋比通上學幾久啊？做幾年咯？幾年嘞呀？我地步有幾多麼？成十妹咪有。喲，成十妹啊！哎呦，嗰真係冇人簡單咯。睇妹就掉一線，睇妹掉一線。像我60在掉。哎呦，你啦？這家族啊，唔是賣啊。係嘛？剛剛喊攞兩位掉咁多好啊？對啦。那你像你以前嘅掉你下嘛嘅叫啱冇掉喎。你啊，嘅不錯咯，用係是係。是嘅嗬。呢度睇佢種仲要掉叫啱。係。做掉。係。錯，真係要掉。你是讓人偷掉嗎？是啦。是啦。對啊。啊，不偷掉就會做。哦，真嘅啊。做好，你都會貪婪。係啊。我以前讓人偷掉我，而且。cái nhìn nói gì đấy, anh sát sát biểu lên nha. Hắn này họ cái họ是啦，故意拖人走啊。拖人走。cái是在以前講，誒，時節前陣時啊。啊，cái theo條咪去捉果啦，cái仲要條叫啱。超水。呢度係先。跳米行，唔覺。睇妹。哎呦。有咩睇妹啊？你啊，睇妹啊。係啊。明嘅，出眼睇妹咧。哎呦，有咩見啱嘅？見啱啊！你話啱咪掉嘛？唉，睡覺這該係創嘅嗎？係啊，該係做得爭嗎？做得爭，唔過現種係是做得放3支嘅。3支？該你做得放1支，本來看1支係幾多嗎？1支葱，喺人講啦。好，誒你放吼，放太葱嘅。太葱嘅。從啲吼1支就好哦。一放是咧。冇放到誒，手指會鉗嘅。哦，即係我叫台灣用放起來，因為長啲喺啲放菜計咗。咩同你嚟啊？哦。咩同你嚟啊？只做得動線啊。哦。好嘞，安樣拿嘞。哦。我2支就好。 2支送呀，還沒有3支。好。許夢怡，從我放睇嚟計，你行愛喊愛辣椒，喊個提天叉，喊個芥蘭有冇？有。好，有，愛同你咋？好。愛做得飲芥嗎？生係芥蘭嗎？有，愛溜夾雜俾你。好。真係。安樣就好。對，哦，安哦，好。原本嘅係愛主場，因為我媽媽唔啲愛做俩。隨便爭啲嚟菜，我媽媽吼專門不愛摘菜，呢個我時間吼較麻煩嘅，我是女嘅，較麻煩睡覺啫，也當向，我當好提天叉。小顧老師我會摘加掉半年下，佢因為提天叉棒啊，提天叉摘埋下。要煮鵝啦，哦，叫煮唱好幾大條，要掉到麼？佢看以來吼，可能話掉唔到。你有掉到嗎？哎，小顧老師，做嘛？有掉到嗎？
你抢爱啊？你冇调到冇血啦，冇血，你下一溜啊？你傻傻啦，上当呗。哎，哦，因为，用飞，王先生，我當叫我調動嘅，硬好調啊個！蛇妹嘢，睇妹就咁多，一純蛇妹嘢啊！你當圖哦，哎等下是用兩妹來做料理。當站。我做個調，哎呦，小谷老师，你也搶啊？又调到冇？哎呦，調三妹喲！调三妹安强啊！哎呀你很厉害啊！我三弟，咩㗎？你三啲吧？你專門嚟呀？你专門，你俩有專門，唔啲啊你俩想有金牌係嗎？誒，哦，冇一比添嘛？唔係，點唔可以比啊？做，你會調乜啦？你唔會啊？唔會啊？係啊，我教我啊，東西誒，叫上去，叫上嘢，跌落去，啊拉起來，啊，是掉到咧。唔破棒，跟你看啊，咩破棒？你看機看見破棒，就是其實會篤一下，該運動嘛㗎？啊，雪掉，雪掉沒。錯。哦，來，嘿，你看，好，好厉害，厲害！你起搞好了，哈，來吧，我等下走開咯。來吧，啊，你看，右邊병仔，右邊병咗哎嘢，呀，很強啊，很強哦！你看，挨辣醬，你也這樣啊？誒，佢仲會送咯你。係你也體育牌嗎？體育牌啊？係啊，你講你幾多體育牌上來教我樣個？啱昂嘅是啊。哦，咩啊？明佢知啦。哦，你講。哦，你看，台風樹。很強啊！哎呦，來切啊！你我哋先發兩道下去，做嘛係兩道、三道做得冇？三道會調面啊？你兩道係本佢挑起。唔係，好煎。哦，你發兩道發來之後呢，來ram啱哦。 ram 拿來，哦，兩妹可能會雪啲咯嚇，來半湯水來，半桶水錯好。，應該佢一回來咗，哦，回來。你掃 ram 掃下，係，素然係唔動物嘅，本佢要鹹。要鹹也錯，係，看煎嘅時間係要嚇，還沒染黃嘅，煎要下醬，哦，來，你點火來煎咧，好，要要嚟，錯咧啊！出嚟，撒來呢，來，你愛在邊腰係要嚟咧？要兩點，哎呦哦，哎不用幾多，你聽，哦，盲聽啊，盲聽不得啦，我係盲聽咧，用啲嚟啦，我用啲咧，係啦，哎呦，按做得做得嗎？啊，當土豪，好，你要天賦，你要天賦啊，哎呀，兩位要嘛你？一生嘅都好燙，你生哦，哎呦，一表示乜概念啊？表示講嗬，你煎到會當醬會當，梗係去撈個個 camp 來麼？其實唔是啦，唔是，唔是，是不一樣嘅煎字做得。好，你下煎不一煎。係，準備你嘅蒜頭米啦哦、辣椒嗰啲，好你也是搞不一樣嚇。冇問題，冇問題啊係，先，但你嘛，水果安樣嘛，啊你嘛安樣嘛，手指冇寫到，係啦，冇鏡多，我諗講啦，係，你講緊要多一堂，好，不用強下做得嘛，做得，好，兩係喎，哦，哦，嚟，撒下來，係，我來切，你嘅啲蔥，蔥啊，錯，嚟，兩妹，錯，切鐵兩妹，好，我攞啲半個來，好，喲，兩係做得，你做得啊？兩係做得，跟你提擺，我係要經驗嘅，我要比個嘅煮菜嘅呢，真嘅係啊，真嘅啊，我要拿入鑊嗰種嘢呢，啱嘅啦。係啊，跟你做咩菜？什錦炒麵。結果呢？喲，我要讓呢，是的嗎？是的啦。哦，開始我要學習張爺什錦炒麵啦，我來練啊，我啱啦。我來練啊。哦練啊係啊。
該實在是語言冇簡單。語言冇簡單，你哋做唔出來咯。啊，係辛苦。梗係師姐要練啦。要練啊。係啊，你啲故事啦，你講埋。係。你愛練。啊，你嗱。愛練你就會出師。你係長久冇做，冇嗌你下咪師傅咧，你點啊？嗌老冇強咯。係，梗係要嗌啦，你叫佢係當叫冇得到。你會練。係。我係本人罵出來啊。你係本人罵，用辦嘛？誒，你講學師嘅時節，係咪講愛來先洗菜？沒錯。愛先切菜，撒下來愛配菜。配菜。錯，像我講你一切菜時間啦，咁嘛嚇。誒，你呢愛地講愛用人切，啊，喺一般嘅家事啊，個先生、個師傅啊，叫佢教你啊，家事啊，佢唔教你嘅話，咁你是睇嚟你就學唔到。哦。喺先生罵你嘅時節，半意吧。錯。做唔得誒？唔得，你按下去哦，我啷講，個師傅佢連教你是唔教，你哋啊，從來我哋罵你去，你按是按咗，唔得。好。冇啦，看眼睛冇，盤腿白。你一水嘛？誒，一水條，哦，你咪。你喺度切嘛？計？一下咯，斜切。斜切。冇錯。切乾係做唔得嘛？啊，切乾嚟啊，切乾嚟就冇醬好嘅，一拍嚟。跟住你送部慳外嘛？哦呀，你啲一槍嘅，我撈幾街啊，搬開來啊。哦，你喺外地，你喺世界喊住用是都要幫。錯，還有紅芒切。哦，姜媽。哎，姜媽。哎呀。要進步啊。師傅做得冇？師傅。哎。師傅做得冇？做得要進步，要進步哈。好，咁5個好嗎？誒，你已經差唔多咯。哦。係啊，你看，差唔多咯。係。來，你嘅料，我背下去咧。哦，下哪一條呢？你嘅，你啊，蒜條米啦。蒜條米啦。係，先表下去。老姜嗎？老姜嗎？啊，先表下去。哦，用鍋邊幾條椒哈呀。係。你呢先落去。松頭通啊，來先炒下，先不如。先煸煸下，哦，來撒下來，你嘅蔥白，跟蒜白，蔥白撈蒜白，你喺後背上下是會冇熟係冇？唔係，你喺後背上下其實冇咁香。哦，好。係因為你老街嘅綠色嘅哈，也跌落去嚟。唔係，佢片落去嘅時間，你出來嘅色啦是冇咁醬，你就出菜呀。要色香味俱全。錯，你了解啊？好。阿弟哈，撒下來。你計調油。錯。好。冇講到哦，冇講到。哦。好。當雜，當河，春嚟。係。嚇，你來落去來表下去。好，全部啊。全部咯。哇，慳雜啊！好來，哇！你哋出菜差唔多好咯，來，好，上菜啦！來哦！定愛對你嘅體育形象係咪嘛？你看看，燃到，冇買胸肉，唔夠撈麵有關係。啊，係撈麵有關係。有關係，體育形象哦。張學友。咩？你係咪咩？啊咩啊？咩？好。十個湯，10個半你就擺幾杯？皮公剛來。懂事來做事。鬆餅。個根本呢個鬆餅來講，係用啲菜體嘅啲食材嚟做出來嘅。菜體嘅食材，你要睇隻芥麗檬2粒。哎呀，係。第一步呢？先打卵啊！誒，前見，你係卵就按到，即係按到土雞蛋。土雞蛋。好，來。第二步。來。你啊，啲嗎？好。啊啲啦，好，來。唔會打嘛？
是要用打美吗？打比发咯。发了。错。跟什么带点头的？我嗱，一般你係都是講學哈，全部係手動活動。哦。呢啲啊，假使啊，你講行埋動係啦，已經轉到啦。咪我聽下故事講來啊。講做功課啦，係啦。前面你一做功課你講做啊，你講要奇怪你未做事咧，做啊要做功課去。應該問你哦。我對眼第一印象係乜嘅？對眼嘅。對眼啊，過目。你那個嘴型被我看出來啊！冇啦，講正經嚟啦，凍醬。正經人假嘅，我介紹咗凍水呢。唔係凍醬啊，是不要啦水。梗係你自己講嘅啊！冇啦，實在什麼人都講哦，上癮人正經真難聽呀。你按後生要講下啊，冇人改，好嘛，師傅，都算，好啦，好嚟吧，還蠻好啊。唔係啊，你很簡單咩？哦，跟冇嗌講，冇嗌講，跟人講哦，哦好咧，好，師傅好。棒啦，好，來，跟電眼對面體育員上係咪嘛？你睇看，難道冇買強榮。唔夠撈面有關係，係撈面有關係，有關係，體育印象哦。張學友，咩？你係咪咩？啊咩啊？咩？十個湯，10個半就擺機會。屁股攏來。好，來，這個我們兩個合作無間打出來的你看，一上幾眼都有發。哦。係啦，來撒下來哈，呢是撈一條配料，來先加呢個牛奶好嗎？牛奶全部。全部來，全部來，預備起，預備來，來，呢油，來，預備來，好，來撒下來，你冇去按算哦，熱地方嗬，咩人看走梗要請。咩當熟啊？梗係先。一擺。冇，我個講錯。咩講錯？梗係試做。有檸檬的香味，安做。安做的。當我，用眼強了。散嚟咯。來，撒下來呢是撈你給的。香草精。Yes，有香啊。當香嚟。當香啊。你一泡水點做咩冇？會甜吧？甜啦。一擺。錯。好。來。料，因為叫發的藥，你是冇落去調到打到香夾，是慢慢來。好，來撒下來，重頭戲來啦，真巧嘅。嗲先嗬。錯，強下其實冇相干啦。好，嘅泡打粉你先對它。好，嗲有。好，來，然後咧，你嘅鬆餅粉，好。好，嚟來兩條。哎呦，差唔多7分，你我唔是啲，係啱樣咯，啱樣哈，好，添起來，又要夾起來，鎖起來，唔錯，轉來，就咁樣抬架下，而家差唔多呢，我叫1分30秒，差唔多，咩你係群火啦？用做咧，群火，硬驚個。因為你喺體育地嚟講，實在啱咁。太大的把握了。因為要試一下它的溫度。對啊。好。因為呢溫度很嚴辦，所以講體育地係要這樣硬啲啦。平常啊。錯。雜果處啊。錯。市場呢，體育擺本來用偏多呀哈。我是要改變的啊。要改變的。我上一次對唔係讓你錄入。要學戰的。要學戰啊。要學戰。係啊。該表示講你教得啦，你啊哈。你一定好咧，要這樣，要，你一定，你做人要選講，正經，你係咪要選講？食飯了，好啊。
原因唔會甜嗎？唔係，啊，唔會甜啊有一？種幸福的感覺。哎，真的我喊得老你有兩種肌膚。係嘛？係啊，我喊得住啊。係啊，你根本都有福氣。係，來，幫我食好啊！哦，來，五度時，知嘛？哎呦，魚下巴，我講，你係換都要嚼。哎呦，我講，我硬係斷嘢嗬。係啊，你點點斷喺凍哦，我要骨頭。咁啊，雞人咁騎。哦好。咱先繼續講。你先學啦。咩？你按前輩啦。咩？你按來。傻講，你也是。啊，幸福的感覺。對呀。哦，好，來。啊，來，哎，你先學看啦。好。哦，實在呢，你啊，哎你釣魚都係當氣。我點點動氣。點當氣哈。唔該。你吼好簡單呀，你係放已經釣嘅，係嗎？係啊。係啊。轉見啊，誰講朋友誰講，你對我好，我對你好，因為兩者係互相來付出的。係啊。你講啦，啊，你啊講看日本那人咯，看轉見啦。你係有人嘛？你講叫中韓看，是叫誰轉見？哎呀，哎，啊叫阿來啊？叫阿來是嗎？你看，日本死就跑。唔該係嘛？誒，你阿班全冇講嘅。咩？你係住下啦？誒，坐，試好啦。哦，試好。啱講，來。anh ngon ba 你啊，佢沖到係乜嘅？你啊，雞妹啊，雞妹水。你啊，妹水就沖啲啊。哦，冇聽到咩？我姜辣。哦，拍攝。唔記得，係拍攝。係，應該。哦，上。係安樣。係。哦，乾杯一下哈。哦，許摸下。哦，許摸。唉，咩？要應該停少吧？係。你阿妹啊，張偉珠啊，啱好事。唔知啊。當然啦。唔見。我要加埋東西。加埋㗎。外線。哎呀，係啊。點啊？講到外線，我諗，咁現在算係點？哦。你還記得嗎？乜㗎？你記唔記得喺繞街碰碰嘅時間？哦。我諗講，我要加得了。正經。你記得係咪？外線。冇錯。你啊？雖然講，佢咩最好嘅，佢咩最好看嘅，有啲舒服啦。我唔怕，我諗講好學嘅東西，你唔是講佢上農用嘅。要啊。好學是好學。錯。好。你看你要衝。錯。係，嗱我強下學。係啊。唔怕。好。而家代表乜嘅？好學。好學。係啊。有時講料多，係。味美。又實在。係錯。正經。哦，正經啊。來啊。來。大概碰碰正經。好棒！是啲啊鬆餅啊，我配埋啲啊。加幣。唔講啦，呢節目少係咁嘢。唔可能非常好。慳我啊！加幣啊，啦。來。呢來呢味下啊，祝福呢嘅阿姨姐啊，紅塵萬里，歲歲有人愛。哦。我本來當然愛講嘅。啊，明年幫你祝福我啊喲。我祝福你啊！我希望你健康。韓國老師無兩沙三樣，萬乃而其有三萬水。我好看到你兩沙嘅笑容。正經啊！該是送本愛倆最好的。啊，用眼會講會喏。當然啦，我睇話要學該碰碰。再點啊！好啦，宣夢嘢哈。宣夢嘢。啊，要按講來聊啊！啊。歡迎大家來，你羨慕了。正經。羨慕好地方。真好地方。啊，又是又高又亮又有那。係啊。啊。係咪話愛煮菜本件事？好。好。你講啊哈。正經，來愛冇嚇？來愛煮。聽我嘢。好，冇問題。開咗埋門店啊！好啦。